灿阳不只是全台湾上大商务车车顶设计制造商，更是台南市同人而乐的幸福企业，有台南运行冠军的称号。目前该企业伫台湾总共571位员工，依法应该经营5名身心障碍者，不过实际上因却是经营到23位，甚至有半数以上，阁是重度以上的身障员工。行政院长陈建仁18号伫台南市长黄伟哲、劳工部长柯明春以及立委陈天辉等贵宾陪同，特别前来参访，对着灿阳和障碍员工发挥专长，成为企业重要的人力资本，已经是业界模范。员工就好像他的家人一样照顾得那么好。这个就不简单了把员工当作是同一家人，We are family 这样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企业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如果台湾的大部分的企业都是能够往这个方向去走，每一个都是弟兄姐妹一样来看待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彼此帮忙，互相提携，公司就会越来越好。那这里的员工的留任率那么高我是想是理所当然的。面对该公司针对无共身障员工安排因适合的工作环境，甚至善用职务再设计，提升因的工作品质甲效率，拢互人印象深刻，成为台南市名副其实的幸福企业。它超额禁用，那事实上也在不仅是身障朋友们在这里灿阳找到幸福，也让灿阳有提升它的生产力，而且那4800多天。都是有薪假光禁用的部分从1%变6%，这个真的不简单，这非常的不简单。你说超出一点点就已经很难得了，但是1%变6%，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少子化看到，来协助我们政府的国家政策。面对这肯定甲敬佩，董事长黄文宪认为，企业原本就无应该以创造财富作为唯一的目标，而是要有更较侪社会责任，成就有意义的代志。对着身心障碍员工来讲，已经成为该企业上稳定的劳动力。为了这一些听障的同事做了哪一些的设计，就逐步在设计让它更贴近什么他们的方便性跟实用性，而不需要让他们为了因为沟通上障碍上有一些没有办法沟通，所以我们借由这一件事在做这个改变灿阳企业超额经营身心障碍员工，除了成为国内事业单元模范，伫迎接5月1号劳动节之时，嘛是政府甲产业合作，打造无障碍优先职场的真好典范。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